地球最有名的作品《寒鸦三部曲》是寒鸦、防春、古登三部合起来的一部太后小说。这个太后小说其实写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故事。这故事男主角刘亚汉，还有一个女主角邓妹，实际上就是离球的自家阿爸阿妹的生养。在这个故事里边，佢对清朝时代的末期写到日本时代嘅末期，也就是1895年嘅前夕，写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这篇是台湾的后生人本人要去南洋做兵的故事。在这个寒鸦三部曲里边，虽然讲是以个人的家族的经验，加上那个非常虚构所完成的太后小说，不过呢，伊自己理求非常神通，也非常诚恳，写出了一个时代台湾人的经历。故事有非常多人在一个台湾蛮有戒严的时代，看到这部作品都非常的感动。有非常多人都讲《寒鸦三部曲》是记得嘅台湾意识的戏文书。很多人说《寒鸦三部曲》是他们的台湾意识的启蒙书。虽然是个人的家族经验，不过呢，佢写出了普遍的台湾民族有许多的命运，还有嘅历史的经验。故说对非常多人来讲，也是非常感动人的一部书，也是非常多人接受地球的文学，去谱我了套嘅书。也寒鸦三部曲去谱寒鸦，去写一个彭阿强一个人家，到那个番内拿来开放的故事。在这篇，佢就读到了原住民的一种冲突，也有一种外来的日本人要来接收台湾一条消息。更加重要的就是这条去家到山那亚拉国三芒大兵港中的人，读到一张制图上，田党跌下来一张所谓的垦户头家，要来掠夺他们世代辛勤打拼开垦的土地。安永兴遇到土地来三芒大兵的一群贫困的人，样板型在安永兴读到安永兴被强取豪夺的命运，遇到样板型有行通有反抗。故说寒鸦的第一步，最下一个安永兴遇到土地来奋斗来牺牲安永兴的故事。寒鸦的第二步防春是非常早就去写到台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协会，还有那个农民组合运动。1920年代的台湾比较是偏向左翼，还有阶级斗争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个外劳里头落是其他本身的家族环境有关，因为佢嘅爸爸李木芳就是农民组合嘅一个重要嘅两头人物。在呢一篇呢，其實寫到劉亞漢嘅第二胎也來參與一個農民組合嘅故事，所以講台灣嘅反抗精神，你看到講在日本時代，如果一團非常重要，如果呢在戰後日本人淹退，在戰後被人掩埋住的一個1920年代的台灣農民的一個運動，安陽一個抗爭歷史。里頭也在一個後記有寫到講，這段歷史非常多日本人看到的素材，希望後來的人都得繼續來發現這段歷史，甚至為這段歷史寫出更加多的作品。寒鴉的第三部古登呢，佢係為到在日本時代太平洋戰爭的時節，本人要去做兵，特別係去到南洋來做兵的一條台灣子弟。可以說是為這些上生死在這個異國的台灣子弟、台灣年輕人招魂的一部著作。在那個古登的居民，那個劉亞漢也係鄧妹親戚嘅來嘅，向東北方台灣嘅方向做那個希望嘅行軍。在佢嘅新館頭表現了一盞燈。這個燈其實就是燈妹的一個象徵，母親的象徵，台灣的象徵，向着台灣嘅方向行去。安陽是一個台灣土地的召喚，作為寒鴉三部曲第三部非常重要嘅一個結尾。